我係黃國維牧師，係中國神學研究院嘅院長。我同好多喺上世紀70、80年代長大嘅香港人一樣，喺社會比較穩定嘅年代去到成長，努力讀書，將來想揾份安定嘅工作，結婚生仔。我細個嘅時候咧，家境都算唔錯，有機會咧去美國讀大學。後嚟咧，我回流翻香港工作，神呼召我，俾我機會喺教會、喺神學院裏邊服侍佢，做傳福音、改變生命、培育信徒嘅侍奉。對我嚟講，做呢啲嘅工作比起建立成功嘅事業賺大錢更加開心，更加滿足。不過咧，我越讀聖經越發現原來咧神俾人嘅呼召唔係限於做傳道人牧師、神學院老師或者宣教士。對於每一個基督徒，神都為我哋預備咗一個屬於自己獨特嘅呼召。所以我哋唔需要將呼召睇到好特別，或者我哋可以咁去理解呼召。神係每個基督徒天上嘅父親。做父親對兒女一定有佢嘅心意嘅。呼召之所以特別，唔係領受呼召嘅人特別，而係發出呼召嗰個上帝好特別。聖經裏邊咧，俾神呼召嘅人物都係一樣嘅，佢哋都係好平凡嘅人，只不過係得到上帝一個非凡嘅呼召。我喺培靈研經會同大家一齊讀亞伯拉罕嘅故事。我哋會發現咧，亞伯拉罕其實係一個好平凡嘅人，有佢嘅家庭背景，有佢嘅限制。有佢嘅無知甚至不信，當神呼召佢嘅時間，同佢同行，安排咗唔同嘅經歷，向佢說話，就一步一步咁改變佢，最後幫助佢成為信心之父。聖經記載亞伯拉罕唔係要俾我哋一個遙不可及、信心偉人嘅典範，而係讓我哋睇到神點樣喺人嘅生命裏邊默默工作，就鼓勵我哋都開放自己，被神去改變。喺今日轉變急速嘅年代， AI 科技網絡嘅發展都叫我哋唞唔過氣，戰爭同埋不安籠罩世界，或者神正正喺個混亂無望嘅世代呼召我哋，係要磨練我哋嘅生命，讓我哋平凡嘅生命因為非凡嘅呼召，能夠喺黑暗嘅裏邊發出微弱嘅光芒，就已經足夠啦。我鼓勵大家一齊嚟到參加港九培靈研經會，聽下上帝對我哋嘅說話，尋求神嘅心意。